台北旧城区的清晨，阳光透过窗互洒进来，收音机正播放着健康节目。一位长者正在伸展肩膀，喝着茶，准备去公园散步。如果你还没看完这支影片，可能你正在用错误的方式锻炼身体，让你的心脏、膝盖关节甚至血管每天都在受损。你相信吗？每天走1万步真的是必要的吗？还是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被误导了？像来自日本的最新研究显示，只要正确的站立不动，每天3分钟，效果竟然比走1万步还要好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站着不动，不用走路，不用跳跃，不用哑铃，却能让身体从内到外真正运作起来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但在我告诉你具体怎么做之前，请先不要急逐离开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内容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运动和健康的认知。我是陈医师，从事医疗工作已经35年了。在这些年里，我见过太多长者因为错误的运动方式，反而让身体越来越差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以及一个简单到让你惊讶的方法。在继续之前，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述字13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述字0。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关键问题，站着不动怎么可能比走路更有效？但是要站得正确，到底该怎么站呢？难道站着不动也会站错吗？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。你知道吗？每天1万步这个观念其实不是来自医学建议，它最早源自1964年日本的一个广告活动。当时日本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计步器，名字就叫做万步计。为了推广这个产品，他们提出了每天走1万步的口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这个数字就深深地印在全世界人们的心里。在台湾，这个习惯更是根深蒂固。每天早晨，你走进公园，就会看到许多长者一起散步，手上拿着水壶，手腕上戴着计步手表。他们互相比较谁走得多，谁的步数更高，仿佛那是一种成就。就像住在新竹的刘阿姨，她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，手表响起来的时候，就像打卡上班一样，让她感到满足。但是后来，她开始感到膝盖疼痛，脚踝肿胀。她不明白为什么。她明明每天都有运动位，什么身体反而越来越差？其实走路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，但问题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天走1万步。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，如果膝盖已经有退化的问题，过度走路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负担。而且很多人走路的姿势并不正确，有些人身体前倾，有些人步伐太大，有些人鞋子不合脚。这些小细节都可能让走路从健康运动变成慢性伤害。所以问题不在于走路本身，而在于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身体需要什么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更温和、更安全却同样有效的方式呢？答案是有的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当你正确的站立不动时，你的深层肌肉群，也就是核心肌群和姿势维持肌，其实一直在持续工作，帮助你保持平衡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你站在2股风之间，虽然你没有移动，但你的全身都在工作。你的肌肉在对抗地心引力，你的神经在调整姿势，你的血液在循环流动。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站立能量。让我详细告诉你，正确的站姿应该是什么样子。首先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自然站立，膝盖微微弯曲，不要锁死关节。
腹部轻微收紧，但不要用力过度，肩膀放松，自然下沉，不要耸肩，缓慢的呼吸，感受重量集中在脚掌中央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当你真正这样站立时，你会发现这并不容易，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不断地微调来维持这个看似静止的姿势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越是安静，你的身体越是清醒；越是不动，你的肌肉越是活跃。这不是休息，这是一种深层的锻炼。这种锻炼方式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中被称为站桩。它不需要剧烈的运动，不需要复杂的器材，只需要你和你的身体安静的对话。当你站立时，你的微血管开始扩张，血液循环改善，你的神经系统开始放松，压力荷尔蒙下降，你的呼吸变得深沉，氧气更有效地进入细胞。这一切都在3分钟之内发生。所以站立不是一种休息，它是一种能量练习，一种让你的身体从内到外重新启动的方式。但是如果你站错了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虽然站立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很多人都站错了，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，因为身体的习惯和肌肉的退化，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姿势。让我告诉你这几个最常见的错误。第一个是把重量压在单侧腿上。很多人站着的时候，习惯把身体的重量放在一只脚上，另一只脚只是轻轻点地，这样会让一侧的膝盖和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，长期下来会造成关节不平衡，甚至疼痛。第二个错误是弯腰或缩脖子。当你感到疲累时，身体会不自觉地往前弯，或是把脖子往前伸，这会压迫到脊椎，让背部肌肉过度紧绷。第三个错误是肩膀紧绷或憋气。有些人站着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耸肩，或是忘记呼吸，这会让血液循环变差，氧气供应不足。当你站错姿势时，你的身体以为自己在休息，但其实血管被压迫了，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向大脑，容易头晕、脚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站久了会感到不舒服，不是因为站立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因为姿势不对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每当你感觉肩膀紧绷时，只要深呼一口气，轻轻甩动双臂，然后重新站好。记住，站立不是僵硬不动，而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。就像水一样，看似平静，但内在一直在流动。站错姿势，就像给身体增加了一个看不见的负担。但只要调整过来，你会发现站立其实可以很轻松、很舒服。现在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叫做陈国雄的先生，今年72岁，住在台中。陈伯伯曾经患有严重的膝盖退化性关节炎，走2000步就会痛得受不了。医生告诉他，你不要再走路了，休息吧。那时候陈伯伯感到非常绝望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被困住了，不能走路，不能运动，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。他的心情越来越低落，身体也越来越差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支影片，介绍站立冥想的方法。一开始他半信半疑，站着不动就能改善健康，这听起来太简单了吧？但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办法，他决定试试看。每天早上，他在阳台上站5分钟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弯，轻轻呼吸。第一天，他觉得很无聊，甚至有点不舒服，但他还是坚持下来。第2天、第3天，慢慢的，他开始感觉到一些变化。他的睡眠变好了，
以前晚上总是睡不安稳，现在可以一觉到天亮。他的膝盖也不像以前那么肿胀了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他的血压竟然下降了。2个礼拜后，他去医院复诊，医生看到他的血压数值都吓了一跳。陈先生，你做了什么？医生问他。我只是每天站5分钟而已。陈伯伯笑着说。现在陈伯伯每天都会站立10到15分钟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想过，站着不动竟然能让我感觉重新活过来，这就像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一样。当我访问陈伯伯时，他正站在家门口的大树下，微风吹过，他脸上带住宁静的笑容。他告诉我，年纪大了，不需要证明自己还能跑多快，走多远，只要能好好的站着，感受自己还活着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这就是真实的人，真实的结果。陈伯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改变不需要很复杂，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最有效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无法像陈伯伯一样坚持下去呢？让我们诚实地面对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很多人开始做一件事，却无法坚持下去？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朋友来说，当看不到立即的效果时，很容易就放弃了。我理解这种心情，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事情，要有行动，要看到成果。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只要站着不动就好，你的内心会觉得，这真的有用吗？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？而且站立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，你站在那里看着时钟，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，你会开始怀疑，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？但是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一棵树需要站立不动，才能把根扎深。如果它一直移动，它的根就无法稳固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，有时候它需要静止，需要休息，需要在安静中修复自己。现代人的生活太忙碌了，我们每天都在走路、跑步、工作、移动，但我们很少真正停下来，感受自己的身体。站立练习就是给身体一个机会，让它在安静中重新启动自己的修复机制。所以坚持每天3分钟，这不是一种负担，而是一种对自己的关爱。静止是最强大的药物，就像水一样，看似柔软，但能穿透石头。只要你愿意给自己3分钟，你的身体会开始回应你，它会用更好的睡眠、更少的疼痛、更平稳的血压来感谢你。但前提是你要相信它，并且坚持下去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科学证据。台北国家卫生研究院在2023年进行了一项研究，他们找了一群长者，让他们每天进行3分钟的静态站立练习。8个礼拜之后，结果非常惊人。这一群长者的血液循环改善了28%，平均血压下降了12毫米汞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睡眠品质和情绪稳定度都有明显提升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当你用正确的姿势站立时，你的微肌肉，那些你平常感觉不到的小肌肉开始收缩和放松。这些微肌肉就像小小的帮浦，帮助血液在微血管中流动。这就是为什么站立可以改善血液循环。同时，
当你保持稳定的站姿，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启动。副交感神经系统是什么？它是你身体的放松开关。当它启动时，你的心跳会变慢，呼吸会变深，压力、荷尔蒙会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站立练习可以让人感到平静。而且，当你专注在呼吸和姿势上时，你的大脑会进入一种类似冥想的状态。这种状态可以减少焦虑，改善专注力。所以，站立3分钟，不只是身体的锻炼，它也是心灵的疗愈。血液流动，气息流通，心灵沉静，这3者结合在一起，就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疗愈循环。现在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件事。当这支影片结束后，请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站起来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弯，肩膀放松，闭上眼睛，慢慢呼吸，感受你的脚掌接触地面的感觉，感受空气进入你的肺部，然后再流出去。感受你的身体，从头到脚，每一个部位，就这样静静地站3分钟，不要想任何事情，不要评判自己，只是单纯地站着。你会发现，这3分钟可能是你一整天中最安静、最舒服的时刻，而这种效果是真实的。是可以被感受到的，但记住，真正的效果，只有在你把它变成习惯之后，才会持续出现。我们的旅程从怀疑开始，你可能一开始不相信，站着不动怎么可能有效？但当你看到科学证据，当你听到陈伯伯的故事，你开始有了一点好奇，然后你亲自尝试，你站了3分钟，也许一开始觉得无聊，觉得不习惯，但慢慢的，你感受到了变化，你的呼吸变得更深，你的心跳变得更稳，你的身体开始跟你说话，这就是改变的开始。不需要用急促的步伐来证明自己还健康，有时候只要站着不动，你就已经走得比别人更远了，因为你懂得倾听自己的身体，你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。明天，当太阳升起时，请给自己3分钟，站在窗边，感受阳光照在你的脸上，或者站在阳台，听听鸟鸣，感受微风，就只是站着，什么都不做，让你的身体告诉你，什么是生命的力量。你不需要跑马拉松，不需要爬高山，你只需要站着，好好的站着，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照顾。站立不只是一种运动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慢活、生活、健活的方式。当你学会站立，你就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中心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健康可以很简单。我是陈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愿你每一天都能站得稳，活得好。